弟兄姊妹平安，願耶穌嘅光照亮你嘅心。今日嘅靈修係喺加拉太書3章1到3節，經文係咁樣講嘅：無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，誰又迷惑了你們呢？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：你們受了聖靈，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聽信福音呢？你們既靠聖靈入門，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？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？願神祝福聽佢話語嘅人。經文明確咁講到我哋嘅信心，包括靈命成長都係由聖靈開始，亦都應該由聖靈成全。我哋得救嘅生命本來就要依靠聖靈去活，但係真係好容易好似經文入面所講，活着就開始靠我哋嘅肉體去成全我哋嘅靈命，例如靠住我哋守嘅一啲律法，所謂嘅人哋講嘅好嘅基督徒應該做啲咩？我哋靠住身體嘅努力要去抵擋肉體嘅軟弱，呢樣嘢係辛苦嘅。基督徒嘅生命會有所轉變，係因為我哋順服聖靈嘅帶領，所以有一個自然而然嘅成長。我哋能夠抵擋肉體嘅軟弱，而且我可以一直持續，都需要有聖靈嘅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可以諗下，我哋生活喺邊一方面係需要聖靈嚟帶領我哋呢？喺邊一件事上面，我哋係咪仲依靠緊肉體去達成，但係冇依靠到聖靈？我嚟同大家分享一個生命嘅故事。上個禮拜，我哋為緊一位姊妹 Vivian 禱告，因為佢就係喺無預警嘅情況之下就暈咗落嚟，入院發現係動脈瘤，而且係最嚴重嗰種。Vivian 姊妹係一位相當有牧養恩賜嘅姊妹，佢帶領嘅姊妹小組由零開始一直發展到40-50個人。佢舊年領受到聖靈嘅感動，就開始讀神學院。佢喺佢嘅生命見證入面分享到，細個佢就有個志願想做牧師，但係佢覺得自己讀書唔叻，讀神學院可能太難。佢又覺得自己講嘢口才又唔流利，佢亦覺得自己做唔到企喺講台上面可以好流利咁講道。於是佢就一直都冇去朝神學院呢個方向努力。直到去到舊年，佢發現自己好似有心臟病，佢就開始珍惜數算佢有限嘅生命。於是佢就問神應該點做，聖靈就提醒佢，佢真係聽到一個聲話會俾答案佢。之後佢喺嗰日聽到牧師嘅呼召，然後就有一個確信，神係要佢入神學院嘅。於是佢就已經開始去攞呢個姊妹事工嘅證書。喺佢嘅見證入面，佢就提到佢需要一個敏銳嘅聽覺，先可以聽到神講嘢。呢樣亦都係今朝我哋要嚟向神祈求嘅。等我哋有一個敏銳嘅耳朵嚟聆聽聖靈嘅帶領，等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係要靠住聖靈嚟慢慢成聖嘅。我哋唔好靠自己嘅肉體，唔好靠自己嘅努力，唔好白忙一場。等我哋一齊低頭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獻上感謝讚美，多謝主你聖靈嘅工作喺我哋生命入面運行，亦都喺我哋身邊嘅人當中運行。多謝主你一路帶領幫助我哋有一個敏銳嘅聽覺，能夠聆聽聖靈嘅聲音，能夠繼續跟隨主你要我哋行嘅事，聽我哋呢個同心合一嘅禱告，係奉耶穌嘅名，阿們。